进来就搞幼稚。下年已经过啊，大家拢已经去看了啊。对啦，对啊，咱这新的一年啊，咱这节目出来的时阵已经是一个新的一年。听到没有？恁若是无去倒打时间的，拄则会当教阮，你个甲节目个顶切一遍，教阮个算一遍。新的一年才打开始哦。对对对，啊，重点是咱今仔日就是要甲大家旧年下愿，今日甲伊整理者。对，你旧年敢有下愿？有啊，我嘛拢有下愿。你下啥物愿？身体健康啊，事业顺利啊，事业顺利。我来感觉无啥物顺利，加大时阵，我拢感觉那是你无顺利哦。重点是像去掉咧，大家听众朋友你去听看的 NG 都是像。不要紧啦，安尼才有挑战啊，对无？安尼才趣味啦，吼，听众朋友就介意听 NG 啦，吼。嘿咩？哦，咱头前加话免讲伤济，咱先来听网友下新闻，再甲大家来讨论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无？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相关的大家事。你个观众朋友现在不会用台语念出来，你想要看念？你哪学会写？你想写什么？你今年下新闻是想要甲这台词念较紧的啊？对对对，念较顺的安尼。但是我都特别拢感觉讲这台语较不。你是 Podcast 这个有问题，你要念较爽咧，像阮这 Podcast 哇。你卖念 podcast， 你卖念。我无念个这样。你若念讲这是公司大家来开 podcast 节目，你可能会卡掉咧，规个卡掉咧伫遐。袂啊，啊无你搁念一遍。我卡是后壁。啊无你搁念一遍。较长诶。好，你搁念一遍。啥物倒一句？我也知你卡掉还是倒一句。啊，就足长诶一句啊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来。好，啊，这就是你今年新的愿望，就是开场的时阵毋通 NG。奇怪，这种念300届啊，听众朋友恁会当听出讲，阮每一届的迄这出场，这阮拢是认真念过一遍。阮拢无用罐头诶，对，有一个人一直叫我用罐头，每一届拢是新的。但是我感觉伊这较好笑，所以我大概拢叫伊用念的。多谢你哦，嘿，莫客气哦。好，咱今日啦，这下来批真趣味呢。阮特别见过哦，今日拢是海散下来。你念因的，对对，海山类的朋友看起来有真侪心声，因下愿拢真趣味。你啊念的时阵，拢感觉巴肚拿枵。你看因的批准，我讲，你看迄金啊，你看迄毛蟹，你看迄沙巴鱼。我当初你讨论这物件时阵，讲，沙巴鱼写迄个物件，讲的了，我迄天去点迄沙巴鱼豆汤。是哦，对啊，登去时阵的夭是有够枵的啦。好，安尼你要先念还是我先念？我先好啊。哎呦，你先吼，好，安尼你先来念批。好，我先来念批。第一张批是台中的红金写来批，黑白变好，我是住伫台中的红金。今年的新历年就要结束啊！今年我下真济愿，有的有实现，有的无实现，是来分享欢喜的代志。今年我比旧年瘦，我回去故乡，大家拢讲我哪会变遐瘦？毋过老实讲是安怎瘦落来？我到今也是三无长。唯一有可能的，应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开始家己准备便当，变甲较少去外口食。可能就是因为安尼，家己煮会当决定减正，嘛较袂重油重咸，热量变少，时间久我就瘦落来啊。另外一个愿望是出国去耍，本来掠准无机会实现，结果有一天，阮阿姊就问我要甲伊同齐出国无？拄好时间、金钱我拢有，当然嘛是话行就行。而且我发现出去耍一逝转来，规个人心情会无同款哦。可能是因为有开较侪钱，所以工课做起来会较甘愿啦。我个人是安尼，大家是毋是我就毋知影。讲到钱，我今年嘛有增加一点仔收入，这嘛是愿望之一。虽然无加到月结，但是有加趁一寡钱。换一个角度想，嘛算是替家己加薪水啊！欢喜的分享完啊，话讲无实现的，今年准备的考试无过，虽然讲毋是头一摆啊，但是每一届也是会感觉真实际，感觉家己付出的时间甲努力也是无够，嘛一直怀疑家己是毋是真正无这个能力。看到身躯边已经考掉咧庆祝的朋友，毋知影当时才会轮到我。真正是满满的负面情绪，人嘛会郁住几六工，无想要参人讲话，
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恢复。伫遮嘛想要请教乌白边，恁若是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会安怎消透心情？最近愈来愈冷，大家保重身体，莫去感着哦。以上是我的分享，多谢大家。哦，我嘛想要去出国。你等下，你等下，啊，出国吼，对，后一张批啦。你讲沙巴鱼啊？咱一直你讲的咧问的。安尼先来讲心情无好的时阵要安怎好啊？好啊，咱若是心肝结几 Q， 倒来鸡腿食一支食一支，我你敢知？心情无好的时阵，就是爱食物件，食物件无够，要安怎？食两解物件。啊，无规工拢咧食物件，食饱就欢喜，心情就爽快。毋是食饱就爱困，我个人是安尼，食饱就欢喜，心情就爽快，啊，过来就会爱困。所以困醒就无烦无恼安尼。一般困醒的时阵是会袂记你昨无欢喜啥啦。嗯，我毋知你是毋是啊，但是我个人是安尼啦。困眠确实是有即种效果。对啊，你若是真正困起来，佫会记即件代志吼，我来讲得佫去困一遍。但是困无够久，因为你若是人困伤久起来挠挠，你知无？会啊，愈困愈起来咱挠挠哦，挠是啥物意思？挠挠啊，该听着。起来就挠挠啊，细心细心啊。挠挠安尼啊，挠毋挠。是啦，就是挠挠啊，挠挠就是安尼。这是倒。你捌听过？起来就安尼挠挠啊。你阿嬷咧讲诶我阿嬷讲诶，起来就挠挠啊，细心细心啊，你就袂记讲，就是昨发生啥物代志。啊，但是有另外一个，若真正哦，你就是你困诶时阵，下面时阵佫忘着讲迄想起个代志，我来讲真正是气死。即阵就是啥物，啉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愈想愈气。对，这时阵莫退啊，改变。啊，我知影，心情无好，听阮的 podcast。你看阮笑甲遮欢喜着，对咧，无你甲伊想讲我人伫袂爽啊，恁个笑甲遮欢喜，伊愈想愈生气呢。转换一下注意力啊，对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是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你就是先去做别项代志，对啊，莫去想着遐，就是会互你生气迄个物件。啊，像咱即位红锦朋友，心情无好，考试无好，你着搁去食2只红锦，食家己的工累，食家己的工累，是安怎食红锦，你心情会当改变。因为你会生气、心疼你消失的钱，啥物啦？因为红锦大只要好食，足贵的呢，一斤几落百呢。重点一个食2只，一个食2只，哇，1200块爽啦！但是拢袂饱。你知道，确实是无啥物食2只红锦是袂饱的啊。所以你就心情无好啊，你想。那安尼好啦，无咱去食一寡心情较好的物件，哇！安尼是毋是原本你想的遐代志都袂记哩？等下，你逻辑敢有小怪怪问题哦。你家己我心情无好，啊，我开佫较侪钱，佫去找另外心情佫较无好，找另外一项心情无好的代志来冚过头前件。你这个建议无好。听到没有？你心情无好，有啥物？平常时你偷放的，你会当来甲阮讲啊！我真正都想要去迄一个，毋知伫倒位，伊就是有一个就是啥物，啊！我知，伊就是内底有这个物件，你会使就是去遐摔啊，对，遐破坏啊，对，伊有这个物件，通就是。互你用安尼，我白母，做想要去耍的，但是我足惊，因为我有当时啊，因为人看人摔玻璃的时阵，我摔玻璃，对啊，玻璃喷起来，安尼敢会做一寡安全的迄。有伊讲伊有迄就是保护脚头有的啊，保护手的。我感觉身躯全身拢爱包起来哦。伊迄卡电视的时阵，伊迄我感觉伊迄会喷出来。系啊，但是伊虽然伊拢是去收迄，就是人无爱迄种家具啊。看起来嘛袂歹，但是我看到伊的介绍，我就无法度啊。拍一个2000块，2000块摕来踢喙空干毋好？嘿啊，安尼摕去食物件，莫食红锦就好，去食迄食较饱迄种，1000块就互你食较足爽的。啊，你的心情无好的时阵，拢去创啥？我我一般会听音乐，就听我介意的音乐。最近的歌曲，安尼做伙唱安尼。同款嘛是转换心情啦。对嘛，所以转换心情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对啊。好，安尼咱先来听第2张批转换一下心情。好，第2张批是新北的毛蟹下来批。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北的毛蟹。最近阮万里蟹活动打结束，毋知影恁也是听友敢有来参加？今年我总算是食到大闸蟹。
以早拢听人讲偌好食，拄偌好食。即个月拄好看到有人在卖，就去买转来。虽然我袂晓煮，摕去请人代工，若像无煮好的感觉，但是嘛是完成今年的一个愿望，就是要食以早想足久的物件。会记你进前黑白边哪有讲过，食饱就欢喜，就是安尼。另外一个愿望是希望家己会当调整心态，轻松看待万事万物。不离过最近发生一件代志，互我家己感觉这个愿望无达成。进前因为买物件的关系去熟识一个网友，因为跟我同款，名拢是海产类的，感觉足亲切的，所以就愈来愈话讲。后来摕物件见面了后，就感觉这个人的心肝真好呢，对群组内底的人拢真关心。开工久以后知影讲，伊是对下港来的，所以平常时若是有买啥食啥，拢会去想到伊。进前阁有邀请伊来厝里耍，我嘛捌去过因兜参观。安尼应该算交情袂歹啦吼。打开始的时阵无定定见面，所以无发现问题。虽然阮两个生理时间差真济，但是拢会当用信息来回复对方。后来较食见面了后，就会发现讲，阮两个人的争差是不止啊大。像讲话速度、想法、才个口味甲观念等等。有当时我认为这个话题已经过啊。伊搁咧想我打开始讲的一句话，有当时伊认为这个阶段真重要，要好好解说。但是我毋知影伊还未讲完，落尾阮两个人见面以后就真艰苦。我想伊可能嘛感觉家己去互人误解，我嘛感觉讲话是轻松分享，搁爱惊讲伊的误会是别款意思。渐渐两个人就无讲话。上尾一摆买物件摕完以后，伊真客气的讲是天气伤寒，无遐多思考。爱休困一阵仔，但是我嘛毋是戆的，我听有意思啦。我嘛是感觉佮继续交往落去，双方拢真忝头。阮朋友是甲我安慰讲，就亲像 FM 甲 AM 两个频道，打开始拄好卖着同款的物件，哪像会合。后来渐渐发现，两人是无共频道安尼尔，莫感觉是家己有问题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有当时想起来。佫会想讲，敢是我家己倒位无注意到，才会行到今日这款结果。嘛因为安尼，所以阮朋友才会笑讲，我这个愿望无达成啦。第三个愿望是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，只不过厝内时代有血啊，渐渐身体有各样。佫有听到厝边因为前一波寒流伤寒，转来过身，听到的时阵真正有艰苦一个。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，心情嘛轻松。安尼生活才会快乐，明年才有通拍拼新的愿望。想祝大家新年快乐哦！新年快乐，无嘿。创啥啦？伊甲我讲新年快乐啊，所以我回者。啊，为什么？但是因为我家己念了啊，雄雄哥我家己回，所以我声音爱变者。那无拄仔念了直接新年快乐，网友会感觉怪怪。好，无等家加较开的，加较开的。好好，新年快乐！对啊，但是这张批我真诶做感想，我一定要甲伊分享，我要甲伊分享阮师甲我讲的一段话。恁师的哦？对，你问我什么师的？倒一位师的？我人生的导师。所以是虾米啦？你阿嬷？这是人生的导师，咱就是扛一个比比，或者是一个足尊贵的师对啊。哦，阮师要甲我讲一句话：人的缘分有长有短。有深有浅，咱相拄着哪像是伫咱人生的道路面顶，拄好坐着同一班车。咱今日有机会坐着同一班车，有诶会陪咱坐较远，有诶会陪咱就是坐几站仔尔。是，这个时阵，伊若要离开要落车的时阵，咱就莫想这。但是爱会记你讲，咱做伙坐车的时阵，这段中央的快乐。啊，搁有迄当阵，譬如讲，咱若是有开讲是创啥，咱之间就是迄种欢喜的经过。迄款不如意啥物，有诶无，你就是该放下。对，你就是安尼想。以后落车，咱就是再有咱啦，再会，嘿，讲一声再会，甲你相处真快乐安尼。对，就算无快乐，就甲伊讲一声再会，啊，就是渐渐甲伊放下。因为就像安尼嘛，你今日坐车，你无坐着。你敢会去踏火车？甲伊讲，火车你下只慢只来，踏火车较会疼，嘿啊，较会受伤哦。对啊，有诶，我讲火车佫会带电，电联车面顶其实有一个电有，你可能甲踏过去电伤啊，火车，火车敢有带电我毋知呢，对无？所以其实就是讲，你莫想我济啦，朋友这种物件是爱好好，就是你家己放下啦。
对啊，这时阵来推扫咱后礼拜迄集，无情的业配，也配过来啊。对啊，咱一年已经到啊，咱新的年已经过啊。嗯，对，跨年大家看了，啊，个就是旧历过年啊。过年之前咱拢爱创啥物？大饼烧啦，对啦，大饼扫啦，厝内底拼拼咧，心内嘛甲拼拼咧，对，人际关系嘛甲拼拼咧，对，即寡无爽快的物件，拢甲处理掉。嘿啊，安尼心情才会好。对，啊，若是处理袂掉，要安怎？咱就来出国。一时悠悠忽然之间就要出国啊！对啊，出国以后，就是甲遮个人放下，手机啊关起来。你真正出国到，就是手机啊到买网络。有啊，我咧讲我无，你无哦？对，我去到日本，就是爱去带个民宿迄个所在，伊才摕网络互阮。哦我规路拢无网络。无网络万不要找路要安怎？用喙问啊，啊有炸地图啊，我迄当阵你炸地图有做一个地图，哦，对，我就是话你讲，有当时啊真正听众朋友你试看觅，一段时间以后，就是你甲手机啊，就是消息禁起来，7-8点钟，啊是讲你就是莫用迄社群媒体，嘿，试看觅，你会感觉讲，就是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一寡较无共款的事物，譬譬如讲你会想讲手机的电量遐济安尼。我这手机的电脑还落动遮久啊！这什么奇怪话？哎妹，我咧想，你莫想讲讲出啥物够深度的话。我会看到阮兜的猫仔一工去便所做一届啊。对啦，真正是三不五时啊，放下手机啊，加观察身躯边的人，无得甲你的关系嘛。我迄当阵会看到阮阿嬷，像我倒去厝拢无咧用手机啊咧。虽然讲就是阿嬷开讲，对啊，虽然讲阮中华修行就是真正足歹。你可以叫我等去中华，若是要开直播，我拢爱走出去外口拜天公。有你有甲我讲，大家拢知影我等去中华了，手机啊就会消息。啊，但是嘛是因为安尼，就是加一个时间啊，加出这段时间会当加甲厝里人讲话。对啊，但是我加出来时间足害的呢，足害的，对啊，你知啥呐？毋知，因为加出来毋知创啥，就一直食呢，你玩你么？毋是食就是困，食了就倒伫咧碰伊面咧。哦，阿嬷就讲做想要困呢，啊，阮就伫遐困，啊，困起来，阮老母就讲爱食饭啊。啊，下晡的时阵就是阮姐伊带囡仔转来，要啉饮料无？好啊，要食烤鸭无？好啊。啊，食物件是你食呢单纯的食物件是会配啥物物件呢？要配啥？食饭配有人，我著食物件，讲这物件都好食，连工要搁买无？啊，下工我搁买安尼。啊，就哪食哪开讲，对啊，还是对啊，对啊。讲会看一下电视啊，会啊，罔配电视啊，讲话啊，创啥，足侪话通讲的啦。嘛是你甲我斗阵遐久啊，你敢知影我无话我通讲？知你足侪话，你即摆是什么意思？无就是足侪话通讲的。你甲我学了是无？对，哦莫想济，多谢你哈。因为我无遐尼侪话通讲。哦，无要紧啊，听我讲啊，听我讲嘛袂歹啊。对啊对啊，这时阵就是有一个人通讲，一个人愿意听，安尼两个人就拄拄好，对100分。对，我知影你爱我啦，变安尼啦。这我爱考虑者。啊，算，无爱考虑，我要来念批啊啦。什么不爱考虑？你是过分啊？好，纪念。好，后一张批是桃园的杀目鱼写来的批，黑白边恁好。今年我下头一个愿算是有达成，我成功换头路啊！虽然头起身感觉要离开一个已经做4代的环境有淡薄仔惊，但是有人鼓励我，人嘛是爱有变化，才会当互家己变更较好，所以就提出勇气做改变，嘛顺利活起新的工课啊！另外，我阁有希望今年会当互家己过了较欢喜，应该是有达成。我今年去上一个表演课，老师会教阮安怎和家己的情绪相处，甲应用伫表演顶悬。上课的时嘛有真侪趣味的活动，阁会使熟悉新的朋友，体验和平常时上班无共款的代志。我感觉黑白边嘛真适合来上课呢，应该会真好耍，要做伙来无？另外有几个愿望无达成，一个是希望会使出国佚佗，但是因为欠的钱阁无够买机票飞出去。看足侪人去日本的迪士尼乐园，也是环球影城佚佗，真使人心酸呢。我要甲愿望延到明年，希望明年有机会会当去。毋过我有完成讲要一个人去旅行，我飞去金门耍1礼拜。金门有真侪真水的所在，尤其是金门的海边啊，会当互人放轻松。若想要去金门佚佗，我会当带恁去哦。一个是我希望会当恢复去运动的习惯，但是真正超困难啊！
逐工下班回到厝拢已经10点啊，实在真歹找时间去运动。希望换头路以后有时间会当去运动。阁有逐年拢甲家己讲，今年爱较早困、较早起床，结果拢无法度，等到愈来愈晚困，实在互人真困扰。想要问黑白边，遮侪年无法度出国，想要飞去倒一个佚佗咧？日本，韩国。问我一定是去日本的人。你着日本派的？对啊，你韩国派啊？因为我无去过啊。无啊，日本有真侪所在拢无去过啊，你会使去日本无去过的所在啊。你日本敢能去了了？无啊，我刚去过东京，我嘛是迪士尼乐园啦。我无入去过呢，无入去过，就无去过迪士尼乐园，因为你无兴趣。嘛无算是无兴趣，咱毋是讲哦，这边内底会变做一个囡仔，无啊，会当体验，你变做一个囡仔的感觉。你讲无呀？我无啊。我本身就是一个囡仔，我创啥要去？啊，因讲无共哦，你若是一个囡仔，你嘛是爱去，你会当体验着快乐的囡仔的感觉。你19岁啊，哪会佫是一个囡仔？我18岁，你19岁。新年啊，你佫加一岁啊？无啦，过年以后嘛是18岁，其他朋友嘛无论过几年，我拢是18岁，你莫佫讲啊。对啊，你去敢有体验着是一个快乐的囡仔的感觉。我是感觉内底是足快乐的，无对。别人足快乐，啊，我入去我若是无快乐，迄个感觉奇怪。是迄规个气氛啦。哦，是啊。就是你入去就足欢喜安尼啊。但是看到迄食的物件的介绍，感觉会快乐。看到迄排队人安尼长路，感觉会快乐。我个人是无法度啦。我看朋友头中路伫遐排队要耍一个物件，排2点钟，我就看起来无快乐啊。你会当去较济。较少人的，而且进前因甲我讲，迄门票安怎，我去看一下迄门票的介绍，我就无快乐啊。我讲，我厝要搭入进前就开始无快乐啊。你毋免去，对啊，所以我先去边啊。好你加在我进前有先去边啊，就是一寡放假的限定的物件先去。你知影尾啊疫情以后，拢无啊。哈是哦。对啊，就像迄进前迄，我迄是塔。你敢会想明显？我有去，你有去啊？我有去。迄间无啊。我阁有迄个永久的居民证，去甲伊翕相。对啊，迄即摆拢已经无啊。哦，迄内底都趣味的。对啊，阁有进前迄哎呀，园艺馆。你个华语哦。我讲华语，甲迄个名念出来。迄内底会当就是进门泉呢，迄创迄伊内底就是一个就是做古早味的，啊会当就是互你穿迄 kimono。啊，对啊，你就是伫内底会当穿衬拖伫遐行，会当浸骹创的感觉啦。对，迄个所在嘛无啊。啊，伊早就是要赶马车，要坐飞轮机进前，阮拢会去遐住。哦，因为你去遐是一个门票，你会当进门泉，啊，佮会当住伫遐，暗时啊，佮有巴士伫遐拄则驶去机场安尼。哦，啊，足方便的呢。即摆都已经无啊。啊，遮可惜，都敢无想要就是恢复。我毋知你打电话去问日本的人。毋是啊，疫情就是开放了。真侪人去日本啊，毋知啊嘛，毋知讲以后会佫开放无啊？或者就是希望讲，好你加在进前有甲遐个所在拢已经去过啊。哦，对啊，但是迄沙巴伊讲的这真厉害呢，我嘛无去过金门诶。我嘛无去过，啊是无咱先来去金门出差者。主管啊，迄金门有做侪物件需要报道诶，阮要去金门来就是一个深度诶访问。金门找人连录 podcast。金门诶听众朋友，恁若是有迄，就是会当来上阮节目诶，甲阮讲，阮出差去甲恁金门去甲你访。听众朋友是你若知影讲金门有啥物人会当访问，你嘛来甲阮讲，阮就是安排，阮就是安排去啦。对咧，咱今年无出差呢。看有啥物行业会当访问诶？鱼仔船诶迄种，掠鱼啊！金门腔啊，金门腔伤困难啊啦！安尼可能来做10集无，爱伫遐出差一个。想要去算就讲，对啊，金门腔无迄1工2工诶学袂起来，咱伫遐就是住几啊工，啊好问遐诶人，啊好甲金门腔介绍一下呢。我听起来真有道理咧。主管你讲有道理无？阮要飞出去咯，咱要为台湾飞出去。太强吧！但是我感觉这沙巴戏吼，一个所在爱甲伊牵接，伊头啊夹配这表演课对。伊只差无甲迄表演课诶名甲拍出来尔，伊是分享伊诶生活。我感觉伊后边伊就甲迄表演课诶名甲拍出来，啊就讲你要来骗阮叫咱邀请啦，就骗咱去上迄表演课，结果其实是要夹配。我听出来，沙巴戏，你甲我会记哈，会记带我去表演课。要去哦，有兴趣无？安尼毋对业配成功？对。无啊，我是骗一个免钱的去上一个啊，
免钱的你要去无？咱做伙来去上表演课，会当甲你的情绪。敢真正是免钱的？我嘛毋知，我先讲的啊，先甲伊讲免钱的，咱才去啊。一般毋是咧上课，之前拢有迄体验课。哦，免费的体验，对啊，我嘛毋知有无啦。可能有啦。对啊，上尾要恭喜煞目是成功换工课啦。就像甲咱之前讲的啊，公司无你袂倒啦。对，你若今日做了心情无快活无快乐，家己上要紧，对，爱家己家己囥伫上头前。对。好，过来要来讲一个，就是2023年大家，咱是毋是爱讲2024？无啦，这是旧年的排行榜啊。对。咱来讲一个，就是网络大尖，网络大尖，你这是毋是替网络大尖的业配？咱先来甲大家讲，就是前10名啦。你要要看卖，就是欠钱这个物件是第几名无？欠钱你毋通看呢，毋通偷看我的纸呢。欠钱啊，应该有第前5名，无对，欠钱是伫咧第10名。第10名，对啊，厉害吼！可能即卖人较无欠钱啦，趁偌济开偌济，无欠钱的人，拜托阮的口座伫遮，哈回一摆。欠钱，重点是你看哦。后壁5名、第6名到第10名内底，2项拢是钱呢。一个想要重要的，一个想要中乐透，一个想要趁大钱。你看钱最重要，但是我感觉这可能伫前3项呢，结果无呢。无。咱先甲第1名讲出来，第1名就是平安健康，这真重要，这可能第1名真重要。身体健康上要紧啊！对啊，听众朋友，无健康的身体，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。对，你讲的真有道理。第2名是出国旅游，咱拄则拢讲着。对。第3个就是永远袂成功的减肥成功。无呢，咱迄红钱减肥成功啊呢，3节毋食囝去，3甲转去了，亲戚拢问伊讲你哪会3甲安尼？咩？第4个是要交男女朋友。这歹讲，这歹讲。阮这18岁的人无适合讲这个话题。你即嘛是甲你家己囥入来这个愿望的清单内底哦。无，我就是以我一个普通人18岁的人来看这份清单安尼啊。对啊，第5个佫甲钱有关系啊。想要加薪水啊，还是讲薪水这升我头名的。我问你，会当升官薪水无加，还是讲加一点薪水但是就是爱做愈侪代志？等下你佫讲一个会当升官毋过无加钱。对，佫有就是有加一点钱但是代志变足侪。这2种互你选，你要选倒一个？安尼我会选升官。这叫升官会爽哟。升官就是可能有较侪家己的时间。你也确定呢？升官表示代志愈侪呢，官位愈悬，责任愈悬呢。是无毋对啦。你的官的指数嘛会愈悬。主管，你认为我讲的对无？你官的指数敢有要紧？好，过来第6个，大家想要学的新的技术，像讲无论是赛车还是语言还是主角，过来，这第7条我逐工拢有呢。你逐工拢有？对啊，困互8眠，我逐工毋是食就是困啊。嘛是呢。对啊，困真重要呢。你拢困几点钟？差不多6点钟。那也少，因为我要上班啊。你是较早困的啊？我至少拢爱困8点钟以上啦，无爱困袂饱。休困的时间一工拢困12点钟，你嘛知影。下晡以后才会当找着我的人。我毋是过到了才对，重点是我毋是做晚困的呢，我就算做早困的嘛是透早困啊。你莫袂讲，就算我做早困的，我嘛是困到下晡。是哦。休困无代志，就是一直困啊，这有啥物？困做省钱的呢，毋免创啥，免创啥。是哦，毋过我有听过人讲一句话，嘿，以后有做者时间下困，我咧毋免困伤济我着做想要困的，我较多。你是毋是迄困？你讲就爱困小困症啊？我嘛毋知呢，可能另外检查者。过来这第9名，疫情结束。这嘛是真侪人的心愿。对啊，即马嘛无，即马就是无算结束吧，无算搁伫看。最近就是佫变啊，新的物件，病毒佫有变异啊。对，所以其实就是咱即马即个社会，咱家己来知影讲，就是你要好好保护家己，虽然嘛是爱刮手、爱消毒、加洗手安尼。对啊，你无法度改变环境，敢若会当改变你家己。对，无就是病毒会改变家己来家己害。好啦，安尼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收听阮的 podcast 哦。对啊，而且嘛爱写批来哦。对，爱写批啦。你讲，咱两个有讲到咱的愿望，咱拢一直甲咱囥伫即个愿望清单内底，咱敢有讲到咱的愿望？
我加薪啊，所以你希望加薪，主管啊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阮我拢做想要加薪水，钱无够用。这段确定会当加入啦吼。若无加薪水，你嘛起来读阮的喙空。讲出来啦，希望讲明年所有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拢会当顺利平安。咱听众的稳定成长就好。对，搁较济就是大家人做回来学台语，对阮来讲就是一件上欢喜的代志。嘿啊，大家台语愈来愈好。对啊，明年做回来考台语真正。3月份就搁要考试咯，要收这紧。对啊，真紧呢。好啦，差不多会当收尾啊。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批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的努力。第一张批是台中的安吉哦，你要叫人安吉哦。安锦，搿一个哦。最近阮万里系换灯，